镜头来去中华鹿港的金银厅是日本时代鹿港菜园黄家大家族起的。伫厅内的金银架门是黄家伫1935年委托国宝级的李松林大师雕刻的。黄家后代伫2018年的时，甲伊捐予中华县政府，登录做一般的古物。伫2019年的时，已经开始进行3年的修复，即马已经修复好势，这个过程嘛有出册来了解。幼路的木工雕刻结合漆艺、字画的工艺，这是鹿港菜园黄家大家族伫1935年委托国宝级雕刻师李松林所创作的金银架线。当初是用来架景的门片，正面是漆金色的。平常时或者是有喜事，就用金色这面；若是办丧事，就用后壁这面漆金色的。黄家后代伫2018年捐予中华县政府，受登录做一般古物。它其实也结合当时的在鹿港很有名一些书画家哈，有题字的也有绘画的哈，所以是融合各界哈这个地方士绅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大作哈。后续我们就委托李炳圭老师跟他的女儿李玉老师两个共同来做这个修复的工程。这件有80多年历史的金银架线，原本有28片，即阵只剩18片。由李松林的后生，嘛是人间国宝的李炳圭负责木雕修复，孙仔李玉组团队负责处理字画的部分。毋是用家己我自己的方法，是伫根据阮许多人较早的方法材料的路线去整理起来。它本身是棉布。那它在老旧之后，它纤维已经烂掉了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是棉布，可是因为它编织方法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全台湾几乎可以找到老一点的布庄。从日本时代的时候就应该会有的布庄开始找这样子。修复团队用3天的时间完成金银架线的修理，即阵也甲这件古物的由来出册，了解相关的历史人文、雕刻技术。字画的多样意涵，希望让大众看到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